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位伫关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可能发展做今年第26号风台凤凰，有可能伫后礼拜影响台湾。一条指出非洲地震的北斗应该是单一案例，已经无传出去，发生伫这市场的负责人透早互羁押禁见咯。台会国家贵公司早起开董事会投票选出现任总经理张昌仁担任董事长，前北农总经理吴银玲担任董事。来看恐惊又有风台要来咯，位伫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可能会伫24点钟内发展成做今年第26号风台凤凰。有气象专家是指出讲，有可能会是中度风台，甚至会发展做强烈风台，路线嘛有可能挖进咱台湾的东部。气象署嘛表示讲，风台路线爱阁斟酌注意。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天气较凉冷。本岛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花莲立溪潭17.5度，新北富贵角嘛敢若17.9度。遮风冰水气高会落雨，加上华南云雨下到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要注意，爱直到拜四水气才会减少。另外，伫海面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无排除会影响台湾。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3000多公里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今明2天可能逐渐会形成轻度台风。整个大气，不管是太平洋高压或是北边的一些系统，会导引台风未来的移动，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气象专家林德温指出 ，TD29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加上环流等咧增强，加上无共关度，风速甲风向变化无大，海面的温度嘛较悬。24点钟内形成风台的机会真大，可能成做今年第26号的风台凤凰。目前模拟的结果嘛出现会真挖进台湾东部或者是东部外海的信号，而且到时会伫中度风台的程度以上。因为它的强度是强的，再加上它的这个行进的路径，有机会是直接对着台湾的陆地前进哈，那也使得对台湾的影响跟伤害可能会造成应该是最大的哈。天气风险公司指出，目前预报的资料大部分拢认为 TD29可能会一路去到李宋岛附近，才会顺过阿要变延开始转弯，过程当中有机会挖进台湾，时间点可能伫后礼拜2至拜4。不过行到倒位会转弯，挖的角度有偌大等等，拢有真大变数，也要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公布非洲地震一条报告，指出讲这案应该是单一案例，已经无传出去。北岛上可能是来自无高温煮过的喷。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未来3天台湾所有市场若无个传出有非洲地震的病毒，才有可能会当伫初7来解禁。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嘛表示讲，明仔载中昼会阁开会来讨论，嘛强调讲未来1个月内会来确保猪肉供应甲价销的稳定。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公布国内第一例非洲地震疫苗，分析这案是单一案例，疫情并无扩散的型。外界关注初7敢会当顺利解禁，开放外地的运送都载含交易。行政院长杜英泰讲，拜3中昼开会决定，会有一个是否能够完全解封的一个决定。从这个15天过去之后，行政院会展开一个为期1个月的后续的市场管理跟肉品稳定的整个的计划。那么我们会用每个礼拜来做检讨。杜英泰指出，讲未来1个月会执行市场安定计划，确保猪价稳定和肉品的供应。另外，因为疫调显示爆发疫情的市场，涉险几做主喷的记录，病毒上有可能是对无完全煮过的喷来的，嘛互外界批评讲台中市政府无落实稽查。不过，国民党台中立委说，这支疫调报告疑点真多。这个病毒不会凭空从国内长出来，一定是境外进来的。所以这不就是境外管制的问题吗？把握猪肉开放交易前的最后这几天，迅速的清查台中港进口的冷冻猪肉的厂房，附近究竟有没有非法进口疫区的猪肉？过去中央跟地方我们联手，不管是从边境管制，不管是对国内的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运送处理，还有对于所有养猪场的管制。却在台中市，因为他们没有落实，造成了全台湾的损失。我想这一点，我们深表遗憾。
民进党就是呼吁讲，政治喙簪无应该去影响到防疫。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伫边境的检疫，伫遮管制者方面积极合作，防止佫出现破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发生非洲地震疫情喷的客栈无开释，佫发生动保处的人员家己走去市场场来做消毒等等的问题。早起有环保团体佫去台中市政府抗议，要求市长甲相关的主管佫爱落台负责。发生地震的市场场生产的白仔囝负责人，马警方以涉犯假造文书罪透早互羁押禁见咯。几内民间团体手提票务来台中市政府抗议，批评市政府伫即摆拄这疫情毒喷处理失当，市长甲相关首长拢爱下台。其实从前端到后端，他们都严重的失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要他们立刻道歉下台。案例市场场的毒喷处理机，伫今年4月就坏去。台中市环保局说讲，5月、7月、10月现场客栈拢无问题。台中市政府吹示讲，已经成立客栈专案调查小组，会对内部客栈追究责任，处理动保处4店的人员。5改指定自转入去案例场清销，上科技委员会处理。责成黄崇典秘书长组成府级的，有关这个稽查记录的专案调查小组。如果有涉及稽查不实，绝对不会包庇，绝对会进行惩处。台中地检署找3起案例市场场含徛假搜查，甲姓陈的杜龙白仔囝，甲台中市市都协会姓陈姓所的司机带回审问了，认定杜龙白仔囝偷改化罪3连单，涉犯刑法伪造文书罪，随时透早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认定被告陈姓父子共同涉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为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农业部初三公布，5车清洁队民生自喷应该敢若提供案例市场场，应该比对进出的车辆，才知影提供另外一间自喷市场场。台中市政府表示讲，拢是案例市场场姓陈的杜龙出名来收自喷，甲分予别人，后续会交检调查。另外，案例市场场有计找5要进场采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彰化县的市场是全国第3座，即马是阁有33场是用喷在市场，因即马嘛讨论讲，敢要全面来禁止用喷市场。目前是有2场无愿意转型，伊是表示讲改用饲料成本会增加真侪。中央公布台中非洲地震疫调结果，推测即边逼出疫情，将有可能是油喷处理出问题，才会互猪仔为着非洲地震。敢要全面禁止用油喷饲猪，阁正做大家关心的议题。饲猪数量排全国第3的彰化县有33场的饲猪场用喷来饲猪，目前大部分拢愿意转型改食饲料，但是有2场想要继续用喷饲猪。像目前调查是有2场是表示他们还要继续使用厨余，170多场是反对使用厨余，成本是第一大要件。因为家用厨余的话，它的来源比较复杂，我会建议家用厨余的部分不要再进入厨余的系统。彰化县饲猪协会指出，主要是因为改用饲料成本增加，各业者是拄投资油喷的处理设备等等的原因。针对未来敢要禁止用油喷饲猪，业者有无同的意见。官府表示会继续和业者讨论，目前全力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产业这边对于尽量处理的声音也是很多啦，那也有他们各自的立场。当然，我们整个环境是全国性的，也是以中央禁用厨余的政策为我们主要一个防疫的一个未来防疫的一个政策。即阵中央全力要拼找一会当恢复肉品市场交易。农业部指出，禁止油喷饲猪的政策暂时未解禁，需要确保业者有落实煮油喷、有消毒、地方有完整的检查机制等等，才有可能会开放。未来若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嘛需要参环境部讨论喷要安怎处理，做全面的讨论甲配套。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因为非洲地震台地的禁令10月2日开始到达，有真侪产业拢受到影响。台南有卖素心汤的老店，因为无猪肉，临时改卖鸡肉换粿，有店家生意咱2成，规气就先休困咯。
台南中西区一间将近1架之历史的四星汤老店家，总是请真侪游客来遮食一味。不过这阵店家外面挂红布条，宣布要改卖鸡肉碗粿，因为非洲地势疫情影响，禁令有15天，店家甲猪肉换做鸡肉来做代替。日前已经试卖4天，民众反应真好，初五正式开卖。因为鸡肉是可以的，因为小朋友比较喜欢吃鸡肉。因为吃太久。猪肉的碗粿其实也可以尝尝看，鸡肉的应该蛮好吃，蛮值得体验的。然后做一做试一试，好像也蛮好吃的，所以就给它推出来的猪瘟限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没办法取代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让人家客人会进来。台湾受到非洲地震禁令影响，有人为着坚持品质，唔肯用冷冻猪肉，甘愿暂时停卖招牌菜，只好改卖游戏套餐。业绩嘛是落两成，后来有业者归去出国佚佗，但禁令解除，才要转来继续营业。另外，伫溪北地区嘛有店家配合防疫，因为实在买袂到猪肉，杀防疫菜单专门改用鸡肉、鸭肉来做料理。这几天呢，就是禁令进载到11月7号嘛，所以我是安排到11月8号才回来，然后我要去泰国去旅游，就顺便去放个长假，放松心情这样子。我们有推出这个鸡肉丝凉拌这个凉面哈，还有皮蛋香菜皮蛋凉面哈，重点是这个鸭肉汤。原本有排骨，现在没有了，全部改这个药炖鸭肉。真侪业者观察这波地震讲，确实消费者对猪肉心惊惊，较无信心。难免业绩较歹，大家拢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回归正常生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有风声讲，农业部指派进前北农的总经理吴音玲来担任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引起真侪讨论。今仔早起，行政院长邓英开始强调讲，台北的董事长就爱交予董事会来决定。台北公司早起开董事会，投票是选出现任的总经理刘聪人来接任董事长。台北公司初时召开董事会，因为顶礼拜5台北公告由农业部指派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音玲担任法人董事代表人。外传吴音玲可能接任台北董事长，引起积极声音。行政院长邓英台强调，台北董事长是由董事会决定。国营事业的董事长选任都有法定的程序。那台肥公司今天会召开董事会，董事会的最后的决定才是该公司最终的决定。前政委刘金新拜一也伫社群平台发文，透露对台北人士的烦恼，指出台北即马上大的问题是民营煞有大价的广告，化声推动广告退出台北，也毋过拿回唔经好批评。吴音玲人事案是标准的政治后下，立委柯志杰认为，上尾的人事案尊重台北决定。我想这个吴音玲的人事案，大家看到就想到，就绝对是标标准准的酬庸，而且毫无专业可言，包括绿营自己都看不下去。我想尊重这个台肥他们董事会对人事任命的决定。也毋过台北青山暗哥公告，法人董事华人原农业部代表人曾老达换做台北总经理张聪龙，最后由上接任台北。看换的公布，另外中选会6名委员因为任期这个初三，行政院宣布将新名单送到立法院审查，目前只剩4位委员，恐惊予中选会停止运作。到阳台会时咧强调，月底一定会将提名名单送到立法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移民署将对有中国身份的台湾民众展开清查，目前有50个民众方注销台湾的身份证。陆委会表示讲，虽然人数无介济，也毋过嘛是呼吁讲，个人若有中国户口，就要主动放弃、主动注销。为着阻挡敌对势力的威胁，内政部持续进行户口的清查，针对有领中国的护照、身份证件，也是伫中国有徛户口的民众。依法注销以台湾的身份证，通用健保，目前已经注销50个人。我们都有相关的规定在办理哈。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当然会按照规定来处理。这波注销的名单内底有3个公众人物，包括台军岛东排选手李东宪、台湾籍的老师张立泽，甲泉州台青创业园区总负责人林金城，而且伊是一个通缉犯。这种通缉犯的样态比例占得高吗？我想应该都有限哈。我们要注销人的身份哈，也要严肃的以他的证据哈事证啊，经过一定的程序。这里面当然有民众检举的，经查证属实。第二个是是政府主管机关去主动查缉到的，还有我们过去有各种的专案。
像陆配要放弃原籍。这50个人因为违规伫中国徛户口，所以台湾的户口防废除。另外，还佫有16个中国配偶确定放弃台湾的身份。根据内政部顶一日发布新的规定，10月31日开始，中国的人民申请伫台湾定居的时阵，除了原底爱交的失去中国户籍的证明以外，还佫要另外提供无申请、无领、已经放弃或者是注销中国护照的公证文件。你有什么资料就去查吧，按照现有的规定去查，该出击就出击，但是不要弄得风声鹤唳，好像人人自危，大家都很怕。事实上，陆配有很多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偏激的分子伤害到台湾。我是认为不管是陆委会还是就是检察单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当的言行做比较精准的了解那适当的处理。伫咧华社上班的中国籍配偶钱丽，顶一日毋但以中国的法律世界去检举同事甲主管，还佫开卖奖业，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虽然伊伫台湾的户口已经去用注销，毋过敢会进一步改赶出境？内政部敢若讲，联审会会牵连到的机关真济，会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在违法修法了后，南投县按算是当来增加144亿的税款。县长柯淑华嘛表示讲，明年开始65岁以上的时代嘛，更免阁纳健保费。也毋过议员所发现讲，这笔健保费的补助是无编伫每年预算内底。县长嘛强调讲，因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送议会审议。伫病院柜台挂号的要互医生看的，大部分拢是老大人。南投县的老人人口真侪，县长柯淑华几若摆咧公开场合表示，在违法修法了后，县府会增加大约144亿的通筹分配税款，而且县府的负债已经清啊，所以县府打算摕增加的分配税款补助县内65岁以上时代的健保费。不过有议员发现，这条钱煞无编伫每年度的预算。是一种最好的迄个福利政策哦，希望有一系列的一个宣导，能够利用提升老人家的体能啊、身心状况啊。父母部分吼，政府来补助，安尼上好。小朋友部分嘛，当讲会当补助人家国中、高中更加好。预算内底无看到编到这条补助，经过我甲县长执行的时阵，县长已经有承诺，要伫明年开始要实施。南投县政府表示，县内65岁以上的时代有106000多人，扣掉资本就补助健保费的弱势族群，也佫需要8亿8千多万的经费。县长表示，等待中央通筹分配税款，甲一般性补助款的金额拢确定了后，县府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送议会审议，这项福利袂跳票。新的财政的中心的分配，会当互咱县政府增加一寡预算吼。但是咧，目前也毋知会当增加偌济。不过，我嘛希望讲无负债了后，我就先来推动着每年互咱65岁起的时大人，因的健保费用咧，都由县政府来负担。原住民的部分都是55岁。南投县府表示，等待每年这预算拢确定了后，也会全面性来检讨，看会当对生育补助。育児津贴也是其他的社会福利来做，照顾到所有的县民。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仔开庭审理美国总统川普针对全球扣关税合法性哦，咱国内机械甲工具机的业者受到美国关税甲代表企业影响是真大。业者希望讲，咱台湾扣的关税会当甲其他竞争的国家扣平济。新台票上好是会当维持伫32块到33块，咱的产业才有法度继续发展。美国的对顶关税敢会法庭，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礼拜三就要规定审理美国总统川普全球关税合法性。不过，美国财长贝森特有期讲，现行关税嘛是会防判继续执行，就算讲防驳回，政府嘛会转向其他的关税收款法规。对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和工具机传出做事hiệu相比起来，机械业是对后半年佫开始挖过来。今年我们的一些数据还不错，除了工具机以外，表示这个景气是有在复苏了哈。当然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说一切要赶快稳定。政府应该是争取跟我们竞争的国家这个相同的关税的税率这个基础底下。那在汇率的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跟竞争的国家能够同声同别，最好能够回到32到33的这个空间。
机械工业农业工会理事长曾大力表示讲，若未来新台票的汇率是升值的走势，希望是会当慢慢起嚟，因为若汇率是大起大落，业者是会袂负营养。根据中经院青山公布台湾10月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50.3，结束连续4个月缩案登来到扩张。中经院院长林汉明表示讲，厂商对未来半年是保守态度，近期都要斟酌观察。如果就工具机这个产业来讲，大概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子，因为它已经不好一段时间了，而且它的不好不是只有关税的影响，它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学者认为讲，不管美国的对顶关税敢会继续存在，对台湾影响上大的嘛是232产业关税，半导体业的第一个受影响。不过因为这关税拢还未确定，目前对台湾明年景气的预测恐惊嘛是会偏向较悲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安南区的和顺工业区是民间家己开发的工业区，内底嘛有一寡卖正的卖凉的店家。也毋过因为工业区内底是袂当做生意，所以最近就有店家收到罚单，店家嘛去向议员申诉。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向中央反映，看讲法度来修正相关的规范。来到安南区安和路二段附近20米道路两边，餐饮店、饮料店真多，客群主要拢是工业区的民众。不过最近有不少店头拢是有着罚单，原因都是工业区内袂当有商业行为。因为我们有明灯，所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说是不合法的这样，很多啊，对啊，就是重点是因为你已经花了很多钱下去装潢了，然后就是好像现在是被迫。就是驱离这种，对，店家要做生意的啊，他怎么可能说什么这一边是工业区，你又不让他在这里生存，这样打乱了我们百姓的生计啊。店头因为地无保符合防法立案，也拢是最近几年才营业的店头，主要都是因为中央2015年公告工业区袂当有商业行为，店头互检举才罚单。现在有些店家已经被罚了3次了。老实说，因为我们2年前就很努力过，都没办法解套。因为微观使用分析，就是因为这是中央的问题啊，是不是要跟中央反映嘛？业者的一个营业行为跟营业地点呢，则必须要依照土地使用的管理规范来办理。那这个呢，也是全国一致的一个管理原则。那针对呢后续新设立的店家呢，市府呢也会来协助辅导他们合法的转型。北京和顺工业区大约有560多间的厂商，真多数拢是传统产业。中央因为烦恼商店占据工业区面积伤济，2015年才公告工业区用地袂当有商业行为，所造成店头受罚。后手市府也会阁向中央反映，敢会当修正相关规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直接发生地震的阿富汗，伫台湾时间初3的透早4点半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深度大约只有28公里。巴基斯坦甲伊朗嘛拢摇甲真厉害。阿富汗传出讲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个人。救援人员伫黑暗中拍拼想要伫土石堆内找到罹难者遗体，也甲受伤民众救出来。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伫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萨里萨利夫地区，震度上强的地点是伫附近的库姆市，达到7级。داسې تېره شپه د هېواد په ځینې برخو کې زلزله رامنځته شوې، له بده مرغه چې په بلخ او سمنګان ولایت کې نږدې 320 تنه زموږ هېوادوال ټپیان شوي دي. البته شهیدان هم تقریبا د 100 څخه پورته دي. هغه ټپیان چې لا هم په سیمه کې موجود دي د هغوی لپاره روغتي خدمات وړاندې کړي او د هغوی په ژغورنه کې کار وکړي. البته بیلابیل ادارات په دغه برخه باندې بوخت دي او د عامه روغتیا وزارت هڅه کوي چې د هغوی سره په ګډه باندې د خپلو هېوادوالو د ژوند ژغورنې لپاره کار وکړي.地震發生了後，有民眾去當地出名的那些清真寺查看，發現喙齒的石頭甲建築材料散過塗骹，不過建築本身看起來無重大損傷。伊是阿富汗境內上大的清真寺，遜尼派穆斯林認為第4任哈里發阿里就待喺這個所在。那些清真寺捌去入侵的蒙古帝國毀滅，現存的建築是伫15世紀完成的，以色彩真顯目的態度甲複雜結構出名，是真濟朝聖者一定會來的神聖所在。一般民家都無這樣幸運。外電報道指出，大部分阿富汗的民家攏是用簡單的土石墩的，無法度擋這麼大的地震，所以死傷的數字定定是幾落百人至幾落千人。當時基礎建設真差，嚴重影響救災。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發出感色警報，規模這麼大的地震會致使重大傷亡，災害影響的地區原來會真寬。
地动大灾区拄好是伫成都库什山区，也是欧亚板块交界所在，也是全球地动上接的地区之一。加拿大利班重新掌权的2021年以来，包括这届在内规模6以上的强烈地动都4届，前一届是伫2025年8月底，地点就伫瓦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库纳尔省，当时造成超过30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再来看今年6月，印度航空171号的航班起飞无偌久，就伫机场附近的客家区失事。这台飞轮机顶头242个人，只有1个人活落来。最近这个幸运活落来乘客登去英国，嘛接受媒体访问。伊讲伊家己嘛唔敢相信，讲会当活落来，也毋过失去亲人，嘛互伊活甲真痛苦。印度航空171号班机起飞无偌久就摔落来，爆炸为着真大庆祝、真大火球，这个事故带走279条人命，包括机顶乘客甲地面的居民。受过10年来上严重的空难，机顶唯一活落来人是迄当时坐伫紧急出口附近的乘客。那美时虽然扣回一面，也毋过伊接受访问的时讲，犹原毋敢相信家己活落来。It is very painful for me to explain that happened still. I can't say anything about that now. I don't like to talk with anyone else. I just sit in my room and alone, not talking like my wife, my son. I'm not talking with anyone. I just like to alone in my house. 那美斯表示，代志发生了后，伊必须面对极度孤寂甲失落。伊需要诊断，伊有创伤了后压力症候群，爱长期治疗。那美斯伫空难中失去阿兄交大，犹原真歹接受事实。家庭虽然尽力陪伴，虽也共款含伫创伤黑影。I lost everything. Like happiness, fear. What give me life, but take all my happiness in my family. It's completely broke down my family. After that crash,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time for me and my family. 那美斯登到英国莱斯特的厝接受心理辅导，伊强调家己会将心怀念过身的亲友，希望这场悲剧会当成做惠安改革的惊喜。印度政府表示，初步研判是烟令高中做相对机，完整调查报告会伫年底公布。公司新闻第为您编译。中国的电商平台虚印，因为网络顶头有在卖囡仔外形的心灵玩具，受到法国警方的警告，讲若个再发现有这类的商品哦，会甲虚印赶出法国市场。这张相片是虚印平台在卖囡仔外形的大人情趣红仔，从一开始去咧网络在卖，产品的说明有明确的性暗示，红仔悬差不多80公分，手阁抱一只泰迪熊。消费者查查伫巴黎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公司指控虚印参加囡仔的性犯罪，虚印嘛互法国当局警告。Si ces comportements sont répétés, nous serons en droit, et je le demanderai, qu'on interdise l'accès de la plateforme Chine au marché français. 虚印表示讲，已经伫册字甲相关产品含度拢落架，而且全面禁止所有性红仔类的产品。这个禁令是适用伫全球的平台。虚印的执行长单位表示讲，网站起的什么产品是对第三方的卖家来的，但是愿意承担责任。法国反诈欺当局指出讲，网站顶悬有几件情趣商品，进出是外形看起来是大人的情趣红仔，已经通报司法当局来处理，而且虚印并无采取有效的过滤措施，无去限制未成年人也是敏感族群看到这黄色的内容。有分析讲，这个摆在损害虚印最近几年拍拼建立会当信任的形象，尤其找到因伫 BHV 的实体店就要开幕。Est-ce qu'on a le droit de pactiser quand ça s'appelle le BHV avec une entreprise qui participe à la pédocriminalité? Voilà. 卫报报道，已经流行的零售有名虚印实体店拢还未开幕，已经引起政治谴责、员工的愤怒和市府的警告，因为损害着法国首都进步的形象。互一寡品牌拢走去，人数反对的有11万人以上。虚印是对中国创立的服装公司，总部是伫新加坡。虽然讲面对工厂的工作环境含俗价买会当单调的流行，造成环境负担才批评，所共款建立正大的电商业务。虚印因为网站的声明无遵守cookie的使用政策，不实广告等真侪项违规，今年已经互法国政府罚3摆，总额有1.91亿欧元。虚印嘛正式提出相关抗辩。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昨下晡5点外，台铁嘉义南靖有民众行伫铁轨路顶头去互火车弄死，这件事故嘛造成嘉义南靖路段暂时封起来，伫早暗7点外才开放通行。
天色暗嘛，警察伫现场来来回回找线索。地铁嘉义南靖之间的西正线，吹3下到5点外，有人走入去铁骑路，和一树二处自强号弄到。救护人员到现场时阵，看到人吊伫咧车底，已经明显死亡。本3日19时取获报于水上乡三正路附近发生车祸事故，本局立即派遣分队前往，抵达后现场为火车与行人发生车祸。患者1名男性，约50岁，已明显死亡，后续交由员警处理。这件事故造成嘉义南靖双线车拢无法度过，上北路南的车拢有慢滚的情形，佮拄好是下班时间，列车无法度震动，真侪乘客拢被漂留伫咧车厢内，行程也受到影响。阮当对遮行过啊，啊，阮当对遮行过。哦，伊对遮行过就对啊。啦，伊遮都无违。地铁伫咧事故发生后，随启动公车接驳措施，协助乘客改制气温。事故伫暗时7点半左右排除，恢复双向通车。所来警方会调相关的行车监视器影像，调查代志发生的经过。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哦，台北网界龙山市有人在收证件，只要提供身份证甲健保卡影印，一个人得当领1000块。有真侪家友听到消息就去领，即马警方已经在调查咯，嘛提醒民众哦，证件就唔通黑白招人。林仔口外口就是真侪人现场等咧排单啊，收集家友的个资。这个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今天发公益的？面对警方询问，团商讲是做公益，因为看到人指控双方有对价关系。这个是。一手提1000块，一手提证件影本，家友手中的钱，防指控交易个资被证件换来。我的身份证甲健保卡，那个钱都有办啊。他是说公主我的楼主，然后赚到钱，来这边发红包1000块。可是很奇怪是，他说，他叫我们要双面给他们影印。排单的地点伫龙山市外口，星期2早起11点外，排单的人找真侪人来。甲家友讲要发红包，要毋过前提是爱提供像证件，这款的行为互人检举。课证深入追查真实收购目的及各资流向，厘清有无涉及不法。甲以早比有中人买小飞机合法滥查个资，定义马街病院个资外泄案，嫌犯也向海客集团买变换个资，转卖不法集团获利。因为个资是偷摕来，免靠涉犯个资法。这摆警方已经接到3个人提告，会继续赔钱，敢是涉及不法。依照个资法规定其实买卖个资只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都是没有违法的。那所以说这部分确实会是比较有点立法漏洞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后续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所谓的诈欺集团或者个人资讯滥用这些部分呢，它对个人安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今年3月，才有家友方利用涉嫌交付护照，提供真正集团方起诉，也毋过出现犯罪事实进程，爱是双方合意，就算有金钱交易，检警初期真歹介入，就惊有心人士将个资用伫不法，毋那自身爱承担后果，更加增加治安隐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县的第8传出讲有人的乖囡仔哦，伫礼拜一个妈妈带2个后生去参加礼宾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后生向互一个无熟悉阿婆要牵走，妈妈惊一条，紧甲囡仔带回来，警方已经有通报了，嘛会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新竹县第8市礼拜下早新国里有里长伫夜市办礼宾活动，算那像发生拐骗囡仔的事件。活动迄天，一个阿母带2个囡仔去参加活动，当咧排队领物件的时，其中一个囡仔刷起一个无熟悉阿婆手牵来要带囡仔走，阿母带一条赶紧冲过去牵后生。有民众听到这款代志，拢感觉真恐怖。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在家其实我们都会有告知孩子们，不管是人家用糖果或者是任何食品来诱拐你的时候，都一定要谨慎，告诉爸爸妈妈。本来就是家长要把小孩子牵好啦。就他那边人很多，真的人很多。事后当事人甲代志写伫咧网络顶，落尾台北警方看到了，并且阿母到分局说明状况，而且也照规定进行儿童保护通报，分局嘛已经调监视器要追查。民众已到本所说明，依规进行儿童保护通报。本所将调阅周边监视器，以利后续侦处。在此呼吁，请市民朋友切勿恐慌，并提醒注意幼童安全，勿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本所亦会加强该区域巡逻。
有民众指出，过去捌听过有人伫公园拄到这款情形，警方嘛呼吁请民众带囡仔出门，就要注意安全。后续警方也会继续追查了解状况。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今年 APEC 会议结束了，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主动公开伊甲台湾代表林信义的相片，慢慢讲台湾甲日本会当来深化合作。但台湾甲日本的民间本地都有真侪交流，依然所有公司伫初二嘛去访问姊妹市石湾岛，来庆祝双方30档的友谊。伊嘛管17万的代表来协助华人的灾民。日本石湾岛一年一摆岛际系列活动，初二伫石湾市中心起过，连关所有镇公所由镇长李明德带市政交流团13个人，含所有农会、乐营各中小的老师做伙来参加。李明德和石湾市长中山义良伫新园公园做伙采第1名纪念碑的石棒，纪念所有和石湾市30年来的友谊。中山义良嘛，甲市役所捐款箱募集的88万日票，大约代表17万的善款，交李明德要协助花莲的灾民。当遭逢重大灾害的时候，彼此总是能够立即伸出援手。这份温暖的情谊实在是非常的弥足珍贵。APEC 台湾领袖代表林信义伫韩国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翕相，希望台日之间会当进一步深化实务的合作，民间的合作嘛会当继续深化。所有进石湾市希望永遠是好朋友。姉妹都市提携から今日まで人民そして市民の相互の訪問をはじめ、経済、文化、観光、教育など多彩な交流を通じ友情を深めてまいりました。所有镇和石湾市每10年要締结一摆有关经济、文化甲教育这块领域的备忘录。两个城镇除了深化既有的市政教育、贸易、文化甲运动这块领域的交流，嘛伫顶个月正式签署两地灾害防救合作的协定。希望未来若有灾害，双方会当增加外援为对方出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凤山溪哦，这阵发现有人黑白蛋粪扫，昨又搁发现讲有人头排废水，规条溪哦拢变甲黄落落。环保局稽查发现讲是附近一笪工地在抽地下水，无处理，这嘛违反水务法，相当是当罚300万。目前这个地方正在排放黄色的水，整条溪水都是黄色的。初三下晡，高雄凤山溪瓦近富田桥附近的溪水，向正做一款黄黄落落的模样，已经有鱼啊死去铺伫咧顶悬。北门河川巡守队感觉无对动，一路沿溪花吹，发现黄色的水是对边啊排落来溪底，疑似有人头排废水，赶紧通报环保局。因为阮平常时拢会无定时就出去巡溪嘛，啊，昨昏出去拄啊顺着讲，奇怪，这水先来是黄色的。毋是甲平常时的水色无啥共，啊，阮就一直为顶悬，就是为顶游一直顺去，发现着讲，即坑的涵洞内底，哪会是排黄色的水？初二凤山溪只红头蛋有毒的塑料岛，初三又搁红头排废水，环保局稽查人员一路吹，发现源头是一笪建筑工地，建商抽地下水无做过滤就排去溪底，已经违反水务法，相当会当罚300万。在进行地下室抽取地下水作业，未妥善收集处理，致排放黄浊废水污染凤山溪，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到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立即停止排放。除了这笪工地头排废水，李长讲，佮有通报另外一笪是头排白色的废水，水面顶悬拢是泡。环保局表示，已经加强稽查，目前正在积极找找源头当中。记者看甲朱库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云林县口湖乡的社厝，早起有供电业者要来针对渔电共生场来施工，也毋过所受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在地民众是讲，口湖乡的地势较低，之前1、2雨附近拢淹水哦，所以要求业者伫动工进前，就要先甲排水系统做好。这台火车甲路口挡掉，禁止大型供电车入去到施工场。云林口湖乡社厝顺天单，初时早起有供电业者要做出典型渔电共生场的施作。虽然今年9月已经开过说明会，但是当地村民认为讲还未达成共识，要求业者袂当动工。村民就是安尼，要求讲了白纸黑字，互你写出来，环境卫生敢做好。阮村民无啥物要求，村民就是讲咱进前，咱口湖乡落大雨，
连续落几啊天，所有的30几场的太阳能的案场，都是拢接水吼。当地村民讲，较影响一寡农地气温，因为地势较低，较无法度做农耕也是用室，一寡地主会先租予供电业者来做太阳能，但是确实是因为拄着连续落大雨，造成附近的车路积水歹退，才会要求供电业者承诺做好排水设施。屋顶型的渔电共生的案子，它不是地面型。那首先，它是在111年拿到农业的容许，进而在后续取得口乡公所核发的建造。那县政府还是希望业者在进行建造的相关行为的时候，能够跟在地的居民做好沟通。业者上尾是决定暂慢施工。云林县建设处表示讲，虽然这个案场是属室内型养殖场的渔电共生，但是村民烦恼讲附近的排水设施无够完善，要求业者先和村民沟通协调。但是伫还未完成共识进程，希望业者卖施工，才袂造成冲突的场面。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有家长投诉讲囡仔参加一间日语的补习班，佮报名费用都要10多万的日本游学团。也毋过去到日本，甲原本宣传的内容拢无啥相共。屏东县政府的教育处嘛表示讲，因会来调查。东京内一个顶下铺的眠床边仔就无啥物空间啊。国中3年细黄的学生讲，开要10万块报名，屏东市一间日语补习班的校纸游学，结果落飞轮机了后，车钱门票煞爱家己出，连大个宿舍拢对套房变成雅房，搁足细间，引起参加的学生家长不满。我们都以为是费用都已经包含在内，结果还要再自己掏钱出来。他给我们看照片是套房，就是3个人那个套房有包含卫浴、还有厨房跟房间。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它是有点像大通铺那种上下铺。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游览车，也没有导游。他跟我们之前是留学契约，那到那边他等于说他只有代办，其他的游览车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的，我们到那边是才发现没有这些东西。补习班推出的游学团安排7月初8到8月初3，再去上日本语言学校，下晡旅游，费用97000块。规个团有14个人，其中6个未成年。姓王的家长批评，这间补习班宣传介绍拢讲游学，按照法律爱签游学契约，结果补习班摕留学契约互因签，后来才发现无同。记者前往补习班，不过头家和柜台拢无伫的，嘛无回应。那处长这边有掌握如何救济吗？这些消费者？1、2楼是登记到补习班，但是它的3楼是它的樱花外语文化公司，所以基本上这是跟体制不符，跟他可以拥有的权利不一样。县府教育处表示，和双方查证了后，发现签订契约的对象不是补习班，那补习班业务与立案内容无符合，查到会依法处理。教育处嘛提醒民众，伫要签合约的时阵，爱甲契约的内容看真足。目前这个案，消保官初7会阁召开调解委员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苗栗公馆有一个兽医师，经营宠物店，传出讲有违法生产动物的状况，佮甲9成的狗仔声大拢加掉，实在是真恶质哦。即马县政府是已经以动保法来处罚，嘛撤销伊宠物店的牌照。也毋过兽医师的执照，农业部是表示讲，违背伦理的部分哦，有阵是无法度处罚，也毋过会来加强监督。苗栗县公馆乡的认定犬舍由细只兽医师经营，当地也出违法犯事，若是环境垃圾，业者也加掉9成狗仔声大，行为恶质。苗栗县府以违反动保法处罚，也废止业者特定宠物业许可证，有关凸显动保制度的空旁。制度不公不能等。立委讲，这毋是个案，爱将规矩转化做改革的机会。另外，涉案的恶质兽医师敢会当撤销执照？农业部防检署讲，兽医师违背伦理，也毋过无将兽医师法无相关法则，需要修法。会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兽医师法当中特别要来做明定，就是专业伦理的一个条款的部分，是涉及所谓的虐待动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们要怎么样来废止他的这个执照？就是确实，目前违背伦理的部分，我们兽医师法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则，我们也是打算要来这个修这个兽医师法。
立委表示，全台有1679件特种业者无总量管制，造成犯事速度提升，出现追踪混乱，也让违法业者有机会冷康旁。因为要加强评鉴制度，特别动物健康管理、犯事环境、查核办法等多项指标。农业部回应，去年有提出新版的评鉴标准，和地方政府来使用。我们有修正一个中央一个公版的一个评鉴办法，去统一地方政府评鉴，等于说品质不一的状况。那刚好柯政委员所提到的这个状况，就是他被评鉴一等，是因为用了中央公版的一个评鉴表。动保署指出，为这个案件发现业者欠监督制衡的制度，会研究修订特种管理办法。立委表示，对兽医师伤害狗仔、违反动保法，会提案修法有关行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万盛的戏病去年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8名。过来一份上新的戏病病人照护调查就指出讲，这款戏病病人佮有心血管疾病比例是超过60%，引起急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嘛增加4.6倍。健保署嘛宣布讲，明年开始会投入2500万来增加照顾的费用。一个67岁的人有带肺部慢性发炎、低速脱气的症头，第二日因为形象恶化挂急诊，想袂到出院无到1礼拜，伫路边因为胸坎窒窒，喘气真串转昏去，送上去病院，了后发现是因为肺脱气合并心脏衰竭，加在紧急治疗，命才扣回来。我们 COPD 恶化的时候，有时是用病毒，好，然后其他原因恶化，好，然后那些激素也会跟心脏出问题的时候的。好，它的技术是有重叠的，所以这是一个共病的现象了。根据卫福部2024年的统计，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排伫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8个，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慢性肺部脱气就算伫这类内底，简称 COPD。目前国内上新有关照护慢性肺部脱气的患者的调查嘛出来，国内15间病院拢总1240个 COPD 的患者内底。上时有心血管疾病超过60%，因过捌有急性恶化情形的心血管事件风险是亚关4.6倍。所以健保署宣布，为明年开始会调悬 COPD 照护的费用甲奖励点数。明年的1月1号，我们在所谓 COPD 论职计酬方案预计确定会实施，是大概挹注2500万。健保署统计，目前治疗 COPD 的患者差不多有30万人，治疗下久的有60万人，加起来得要100万人，拢是 COPD 高风险的族群。另外，呼吁民众，若是有长期咳嗽、喘气有困难等等的症状，都要量早去予医生检查。嘛建议爱解分，避免相关的镜头一个手做伙夹起来，来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糖尿病协会统计，台湾糖尿病人口是超过250万人哦，一档该增加2万多人。去年开始，协会就甲病院合作，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佮有体重控制的计划。即马是已经有超过50成参加这计划的病人，血糖拢真稳定咯。一般民众的认知拢知影，若是血糖出问题，可能就会得到糖尿病。糖尿病协会指出，台湾目前糖尿病的人口已经超过250万人，当年以2.5万人的速度伫咧增加，其中有8成的病人拢有大块的问题。协会表示，过去糖尿病的病人拢是控制血糖尔，但是体重的控制也真重要。若是无站在恐惊，就会造成其他的慢性病。体位也会影响到血压跟血脂所有的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边谈论这个体重的问题，所谓的糖心胖这3个合一的问题。协会和8外间医疗单位合作，对去年开始针对糖尿病患者来做血糖和体重的控制计划。有800多位病人接受完整的健康观念追踪和治疗，平均体重是减轻4公斤，约为减少5公分。嘛有超过50成的患者血糖达成理想的标准。医生提醒讲，对这就通看出，除了血糖控制体重嘛真关键。糖泌素它的作用，同时在这些病友的部分，如果说是糖胖症又合并有心血管疾病，那同时可以达到血糖管理体重的管理，还有减少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协会表示，为着家己的健康，病人应该爱主动去了解家己的血糖、体重、腰围也个 BMI， 也着甲医生讨论选择适合的药物，将法度长期守护健康，也保护其他器官的正常运作。记者陈心东、郑俊佑台北报道。
为着要帮助即载劳工重新来进入工课场，劳动部甲全台湾38间病院合作，提供免费复健的服务，佮有补助通领。劳动部嘛，甲一寡重伤的个案复健的过程去做纪录片，咱们做伙来了解。骨盆规个离位，肋骨嘛，长啊8支啊9支。这位陈先生会伤到这么重，拢是因为发生职业灾害，伊的工课真危险，做第4台流线的工课，不管是透风落雨，拢需要爬悬爬低。2当前无细力对电火条啊顶悬摔落来，加载通报了后，政府资源随介入，劳动部要提供免钱的复健服务和津贴，帮助伊顺利恢复健康，回去职场。我原本唔知影讲。劳动部这边有这款较好的算服务吗？啊，互阮会当甲身体完全康复。可能遇到职灾的状况会很无力的劳工或者是家属，不管是在资源面或者是在法律的权益的协助面，我们都希望能够给予大家能够最大的帮助。这届劳动部嘛，甲陈先生的故事拍做纪录片，希望会当互劳工朋友了解，发生职业伤害，唔那是干那会当找雇主，政府嘛会当提供相关的服务，只要去劳动部的职灾通报系统登记，劳动部就会当随进行协助。38家的职能复健专责医院，那里面有专业的医师跟治疗师，那还有心理师，都不用费用。劳动部表示，目前全台拢总有38间的病院有提供免钱的复健服务，复健期间每届拢会当领570块的津贴。劳动部也讲，有当时啊无一定是重大的伤害，亲像做面包的师傅，伊做久啊手也会酸痛，会无力，这也算是职业灾害一种。这嘛会当向劳动部来通报，运用政府的服务资源，互政府照顾劳工的健康。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美国一帮的特技队今年阁摕到世界冠军，完成2连霸。球队暂时登去洛杉矶，嘛游行来庆祝，有几啊万的球迷来到热闹咯。今年表现了真精彩，日本球星大谷翔平佮有山本优生2个人拢发表感想。大谷翔平是讲，伊嘛已经准备好，明年要阁摕一个冠军手指咯。到期的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加山本优生在同一台巴士，一直向球迷握手致意。总教练 David Roberts 摸到冠军奖杯，庆祝到期摕到冠军，车队经过华特迪士尼音乐厅，现场气氛达到上高点。洛杉矶道奇经过7场苦战，摕到世界大赛冠军，将做25年来第一支连败球队。最3日登到洛杉矶举行疯狂游行，车队经过市中心路边插满蓝白旗啊，现场有几万的民众伫咧喊声庆祝。游行结束了，道奇全队伫咧道奇球场举行庆祝大会，现场的人是开甲满。洛杉矶的垃圾歌手冰块库巴。甲冠军奖杯摸起伫台顶时阵，大家是喊甲强要哨声，大谷翔平也有约要3连霸。I'm so proud of this team, and then I want to say, you guys are the greatest fans in the world. And then I'm ready to get another ring. Thank you, my teammate, my coaches, our amazing staff, and all the fans. We did it together. 摕到世界大赛 MVP 的山本优生，正罕见的用英语向球迷发表感言。游行的沿路，真侪球迷拢讲，道奇会当摕冠军，日本籍球星是关键，特别伫咧季后赛表现正稳定。Of course, our Japanese pitchers were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our team, not just in the World Series, but in the NLCS and in the whole season. Just they came through clutch so many times. Yamamoto, of course, MVP. Huge game, and I can't speak enough about Ohtani. Of course, he can only do everything. 洛杉矶市政府出动上百位警察维持秩序，疯狂游行上尾伫道奇球场结束。自大路游行到球场庆祝，球迷甲球员共同享受荣耀的时刻，上场要开始道奇王朝。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